12月19号下晡1:01，石窟溪艺术工作坊，黏花仔甲樟水拢是传统的艺术甲产业，即马已经愈来愈看无啊！咱即马若无甲保存，无来学习，未来就会消失看无。我本身学这哦，我会用就做囡仔做爱画图啊。你什么习惯？啊，就阮这啊。是叶桑嘛？叶金路。叶巴掌啊。你的呀。阮这讲啊。石窟溪的查某水甘水乌卡腿那其中蓑衣的工作里面有一个步骤，就是要捻那个绳子。希望讲咱的政府单位文化部会当来重视咱传统文化的传承。谢谢大家啦咱特别邀请到台南安定叶俊兰老师，甲石窟溪樟水的叶宗和老师，咱阁有吴谭林、黄志嘉，伊是入围过最佳专辑甲最佳客语专辑的歌手哦。欢迎大家做伙来咱石窟溪有关台语校处共同来举办呢石窟溪艺术工作坊，来学樟水。甲学黏花啊！阮开放导览店顶面免费的名额有3个，台文系台语台文文化工作者的免钱名额2个，文化历史工作者的名额2个，伫导览店消费超过25的朋友3个，阮嘛开放伫石窟国小咧读册的囡仔 ，plus 因爸爸妈妈伊的家长会当来参加。欢迎大家共下来参加。乡民上开本，优秀的社会，向大战开出口，人的意义。去对对，了解心里的伤，在这项拍你粉，梦想社会化，爱做嘿，爱吃家，啾啾等爱你，等爱你，等爱你，啾啾多好你，啾啾等爱你，等爱你，啾啾搞我你。在到尾时，一摆的城市，汉代其实日家上走，当命的日言，就来家己身体，感觉心里的伤，才无去就无去飞，啾啾等爱你，等爱你，等爱你，啾啾多好你，啾啾等爱你，等爱你。大家看，我的人客竟然拢袂记早锁匙啦！请问恁感想安怎？我早锁匙爽。啾啾等爱你，等爱你，等爱你。